坊間好多人對風水存有嚴重誤解，覺得風水係豪宅，有錢人先需要講究，普通人住嘅細屋、舊唐樓、公屋、租屋，只求棲身即可，無所謂風水格局。其實恰恰相反，居住空間越細，樓宇越密集，採光越不足，氣場越容易淤塞停滯，對人情緒、健康、財運、貴人運嘅影響就越直接越強烈。無論係自住物業、長期租住單位，只要係你每日作息、安眠、生活嘅居所，就會日夜承接天地氣運，默默滋養或者消耗你嘅福運。好多人頻繁搬屋換環境，依然運氣低迷，存唔到錢。小人是非不斷，問題從來唔係地段樓齡，而是不懂打理居家氣場。風水千古不變嘅核心就係氣順則萬事順，氣濟則萬事濟。今日我用香港人最貼地、最淺白嘅口吻，拆解大眾最實用、最易調整嘅居家風水，唔講晦澀術語，不搞玄虛把戲，只講人人可做，真正左右家運興衰嘅關鍵細節。居家風水首要重點必定係大門，大門係全屋唯一納氣口，等同人嘅口鼻氣脈，外界所有吉氣、旺氣、貴氣以及煞氣、衰氣、病氣，全部經由大門進入屋宅，直接決定全屋氣場基底，主宰家人財運、人緣、貴人與是非運。我觀察無數個案，多數家庭長期運滯，財氣不聚，破財頻繁，貴人遠離，十有八九係大門出問題。大門最忌雜物堆積、凌亂污糟，好多街坊貪一時方便，將鞋架、掃把、舊物雜貨擺喺門口，殊不知會直接阻塞吉氣入屋通道，日積月累，積聚陰濁晦氣、霉氣，門口氣場淤塞，旺氣進唔來，衰氣散唔去，住者自然做事處處碰壁，工作機會流失，財運停滯，仲容易招惹家人，小病不斷，人際不和，身心疲累。與此同時，大門與窗戶切忌前後對穿，直通無擋，呢個係典型穿堂煞，氣場入屋即刻消散，無法聚氣聚財，亦是普通人辛勤氹錢卻始終手頭緊，存唔到積蓄嘅核心原因。大門嘅完整新舊狀態，亦直接對應家宅福運。門板破損、門框開裂、門鎖生鏽、門鈴失靈、門扇異響，通通係漏福破運之象，代表家人運勢殘缺，貴人難尋，機會易失，人際受阻。大門係家宅門面，門面頹廢破爛，自然難招吉氣貴氣。另外，大門有幾大禁忌必須避開，門對廁所、樓梯、電梯、消防喉皆為煞氣充滿嘅空局。門對廁所，穢氣直入屋內，污染全屋清淨氣場，而導致家人脾氣暴躁、脾胃不適、夫妻爭拗、家運頹靡。門對樓梯，氣場上下動盪，主家運起伏不定，人心浮躁，財運難穩，難有積蓄。門對電梯、消防喉，日夜動煞衝擊門口，極易招惹是非官非、口舌爭拗、意外破財。呢啲基礎格局問題，只要及時修復破損，保持大門乾淨通透，無雜物遮擋，就能快速梳理氣場，改善家運。離開大門，客廳就係全屋氣場核心福地。客廳係家人團聚、休憩、交流、接待親友嘅主要空間，直接主宰家庭和睦、人緣貴運、整體家宅興衰。客廳氣場明亮順暢、乾淨整潔，一家人自然相處融洽，少爭少怨，人緣暢旺，常有貴人相助，做事事半功倍。反之，客廳陰暗混亂、雜物堆積、空間壓抑，家人必定爭吵頻繁，互相計較，人緣不佳，做事吃力不討好，風水極重陽氣，
古語有云：陽光滿屋，福氣滿屋。陽光係最平價有效嘅旺運氣場。客廳最忌長期昏暗，窗簾常閉，採光不足。長期陰暗環境會令屋內陰氣過重，氣場壓抑，使人變得消極悲觀，脾氣乖戾，做事無衝勁，運勢自然日漸低迷，機會寥寥無幾。因此，日間應盡量打開窗簾，開窗通風，引入自然光與新鮮空氣，陽氣充足則陰煞自散，家運先可以穩步提升，漸入佳境。客廳擺設之中，以梳化風水最為關鍵。梳化對應家人後天靠山，事業根基，貴人助力，必須緊貼實牆。有牆先有靠山，有根基有扶持。梳化無靠，半空懸浮，正對門窗，正對鏡子，皆為空局。梳化無靠，主孤身打拼，孤坐無援，勞而無功，做事搖擺不定，難得貴人相助。梳化對門對窗，屋外氣場直衝錯臥之地，人心長期浮動，情緒不穩，運勢反覆。梳化對鏡，鏡光擾亂氣場，易引發家人失眠多夢，精神焦慮，是非口舌不斷，人際緊張。與此同時，客廳切忌雜物堆積，家私凌亂，擺放過多尖銳飾物，兇殺擺件。雜物阻塞氣場流通，令運勢停滯不前。尖銳物件帶肅殺之氣，激化家人矛盾，破壞家庭和睦。想要家宅安穩，運勢順遂，少是非，少波折。客廳必須時刻整潔通透，空間開闊，擺設圓潤無煞。臥室係人休養生息、修補氣場嘅核心空間，人生1/3時間都在此度過，直接影響家人健康、情緒、睡眠、夫妻感情與福壽運勢。臥室風水核心在於一個安字，心安、身安、宅安、運安。床鋪係臥室重中之重，床頭必須緊貼實牆，穩固端正，切忌床頭懸空，無牆可靠，對門對窗，床尾對鏡。床頭無靠，主心神不寧，睡眠質素差，做事無定力，遇事猶如退縮。床頭對門，屋外雜煞直衝人身，易導致體質虛弱，反覆不適，夜間驚醒，精神衰弱。床頭對窗，夜間風氣，夜氣直吹頭面，不單易引發頭痛風寒，更會造成自身氣場外泄，日耗福氣。床尾對鏡，夜間易被鏡影驚擾心神，長期導致情緒不穩，夫妻感情生疏，相處多隙。好多人誤以為臥室只係睡覺之地，隨意堆積雜物無所謂，其實臥室絕對唔可以做雜物房、儲物房。長期堆放舊衣物、舊被褥、過期雜物，會積聚陰氣，團聚晦氣，滋生霉氣。長期身處凌亂陰鬱嘅環境，個人福運日漸低迷，做事阻滯不順，精神與身體素質都會持續變差。香港地處嶺南，潮濕多雨，回南天，梅雨季節，濕氣極重。潮濕係居家風水大忌，滋生陰煞霉氣，對應家人體質虛寒，運氣霉滯，諸事不順。因此臥室必須勤通風，常除濕，及時清雜，保持乾爽整潔。燈光亦需講究，過亮擾神，過暗生陰。唯有溫和柔和嘅燈光，先可以安神養氣，滋養身心，穩固全家福運。廚房與廁所係屋宅水火陰陽調和嘅關鍵，亦是最易滋生煞氣、破壞家運嘅兩個空間。廚房屬火，主家人脾胃健康、衣食福祿、家宅元氣。民間向來有廚房旺、家道旺嘅說法。廚房乾淨整潔，爐灶完好，無油漬污垢，代表家人溫飽無憂、福祿綿長，日子安穩富足。若廚房油煙堆積、污穢凌亂、爐灶殘舊失靈，會直接破壞衣食福運，
引發脾胃不適、財祿虧損、正財不穩、家宅冷清。廚房切忌堆放腐敗食物、過期食材，爐灶亦唔可對門對水池，水火相沖會導致家人脾氣暴躁、夫妻爭吵、財運反覆、是非不斷。日常煮食後及時清潔擺整廚具，就能穩住廚房火氣，守住全家福祿。廁所屬水，主排污泄濁，係全屋排走病氣、晦氣、衰氣嘅地方。風水核心在於潔淨、封閉。廁所最忌長期開門開窗，地面積水、污穢堆積、異味彌漫。一旦穢氣無法排出，回流屋內，就會污染全屋吉氣，令家人病痛纏身、霉運不斷、破財耗福。好多人長期運滯，做事處處碰壁，根源就係廁所唔乾淨，門戶常開，穢氣日夜彌漫居所。日常必須養成習慣，用完廁所即時關門沖水，清理污漬，開抽氣扇排濁，保持乾爽無味。同時絕對唔好將廁所改做睡房、書房，廁所陰濕污糟，改作休憩學習空間，會嚴重損耗健康與福運，係居家風水重大禁忌。外在格局係基礎，真正嘅頂級居家風水從來在人心家風，呢個係多數風水師唔會講嘅核心真義。易經有云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屋宅格局再好，法氣再多，若家人日日爭吵，口出惡言，互相猜忌，滿身負能量，屋內吉氣都會瞬間消散，殺氣重生，再好嘅風水都會被破壞。反之，屋宇簡樸，格局普通，只要家人和睦，心懷善念，互相體諒，言語溫柔，屋內自然滋生純淨吉氣，福氣日積月累，家運自然興旺順遂。風水亦極講究整潔通透，整潔從非奢華裝修，而係氣場暢通，無滯無續。我見過無數普通家庭，屋勢簡樸，窗明幾淨，雜物清零，住者個個精神飽滿，家庭和睦，財運穩定。反觀不少豪華大宅，裝修奢華卻凌亂堆積，陳舊滿布，住者日日煩躁，是非不斷，財運反覆。風水之道在於吐故納新，雜物堆積則舊晦不散，新旺不入。每日打掃清理，從來唔只係整理屋企，更係清除自身晦氣，梳理個人運勢。屋潔則心潔，心潔則運順，呢個係最平價、最有效嘅改運之法。屋宅興衰亦取決於人氣與生機。現代人終日在外奔波，屋企長期冷清無人，窗戶緊閉，空氣靜止，久而久之，陽氣不足，陰氣偏重，家運自然頹廢低迷。人氣旺則家氣旺，屋企常有歡聲笑語，家人常駐，偶有親友小聚，陽氣充足，吉氣源源不絕。閒時多居家休憩，陪伴家人，為居所增添暖氣人氣。屋中可適量擺放生機旺盛、葉片圓潤嘅綠植，或養幾味觀賞魚，活化氣場，催旺宅運。但切忌養枯敗病殘植物，堆砌假花假草，虛無無生之氣，只會令家運虛浮不實，難以聚福。人生在世，追名逐利、打拼名錢，都只係外在浮華。真正庇佑一生、支撐前行嘅，從來係安穩居所、和睦家人、健康身心、平淡日常。呢啲先係最珍貴、長久嘅真福。真正嘅好風水，從來唔係名山大川、豪宅貴氣，而係屋宅乾淨通透、燈光溫暖、家人善良和睦，日子安穩舒心。善待居所，居所自會滋養你；善待家人，家人自會成全你。心存善念，言行溫和，居家整潔，
天地吉氣自然常伴周身，福運日積月累，穩步向上。與其四處求神問卜，執着風水法器，追尋虛幻旺局，不如從今日起腳踏實地，收拾屋企，修養心性，善待至親，掃淨屋中雜物，便是清走自身晦氣；溫柔對待家人，便是積攢全屋福氣；保持居家通透明亮，便是迎接終身旺氣。古語有云：家順則萬事順，家和則萬事興。屋宅氣場順暢，家庭和睦安穩，人生運勢自然一路向陽，福澤綿長，歲歲安然。呢個就係我研擬數十年，看透無數家庭興衰，總結出最真實、最樸素、最落地嘅居家風水真諦。